说是我们。好，谢谢哦。没事。我明天来扫给你嘛。好，你看好久赶故事嘛。没事。我随时可以订。一个订嘛。我明年订一起就说了，明年有3个。这个颜色它大众。 3个颜色的嘛。我喊罗桑拿。要得。我明天还谢你说嘛是扫给你。随便都可以。谢了哈。没事。家门都姓李，都是你不成你这一堆的。没事。其他哪个我都不认得，他都对。那你写咋个敢写？你写咋个敢写？那是你来说嘛，你说就是去小买的上面写点祝福词那种。然后你这个是不然有老居民。好嘛，那几个我说了嘛。先给大声谢谢。不用，没事。是吧？有这边在去往，所我就找过原木，所看到的赞同，所有人要把球类，所能皮个所强他，所个人把球类，所能皮个所强他，所个人把。拿起看了这说，我都要你的，那天中的秋风，安那。 上厕所、上卫生间那些，穿了衣服都不好上嘛，是吧？都要脱一下，不穿衣服都可以，不穿衣服都不用脱衣服了。